清华大学要设一个学士后医学系，顶礼拜通过新查案，按年底就开始招学生。每年咧会收第一批公费的学生，准备伫桃园的航空城设一个教学的病院，佮有医疗研发的园区。 清华大学学士后医学系按说未来收电子、机械、资讯、化学等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，是4年的学制。学生毕业了后到基层服务6年，佮有2年的医学中心进修机会。预计招收50名学生，欢迎建知学院、理工学院、文学院的学生都来报考。入学之后，这是4年的 program，2+2，2年在学校，2年到医院去见习。 目前学校除了原本有180位下学科的老师，也特别找来71名专任助理教授以上的医科教师，学生嘛爱去偏乡参与巡回医疗的服务。我们有非常强调这个社区及偏乡医疗的见实习，那么我们会派学生到各个偏乡去，那么由这位偏乡的这些资深的。 医疗贡献奖的医生们呢，能够来带领，让他们了解，偏乡地区的医疗要如何去进行。清华大学学士后医学系会对明年开始独立招生，除了学科测验，佮需要书面审查甲面试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